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来教大家一个足简单的入配方式。娃娃 TV。什么是入配呢？入配吼，就是甲配入落去配单内底。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啊，拢看阮阿嬷、阿母啊、阿姨啊，因甲配单洗好了后咧，就拢爱用足久的时间伫遐洗啊洗啊洗。我常常嘛拢会互叫去斗相共，补甲大粒瓜、细粒瓜，才将配入好。即马咧，我发现一种足简单、足方便的入配方式，毋免找人斗骹手，家己一个人足紧就会当入好啊哦。即马咧，我就要来教互大家。咱头一步咧，就是爱摕一条清气，也是拄仔洗好、芳芳的被单，然后咧爱甲它剔开，找伊尾啊有开口的这边，然后咧，甲伊变过来倒面这边。变好了后咧，爱甲铺好平。刷落来，共款甲你的面罩被铺平伫被单顶悬。铺好了后咧，甲被甲被单安尼做伙卷起来，爱记得爱为无开口的这边开始卷哦。卷好了后咧，就为开口这边，安尼甲规个变过来包起来。用好了后咧，就甲剔开，咻咻的。就好啊！大家伫厝里会当试看卖哦。好。学会晓入配了后咧，咱共款嘛是来学寡台语词哦。头一个入配，咱一开始就有讲过啊。入配咧，就是甲配装入去配单内底，这就叫做入配。后一个洗，就是为空芳甲物件挤落去，亲像衫洗落去裤内，这个动作就是洗。好，后一个。倒面呢，就是安尼，这是衫的正面，甲变过来，这就是倒面啊。啊，其实这衫的后壁咧，嘛会当讲是倒面，这是正面，倒面，正面，倒面。这册嘛共款，这是正面，倒面，正面。倒面后一个面罩被咧，就是这啦。咱较大入的咧，就是面罩被啦。后一个剔开咧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剔开。安尼咧是挤，剔开，挤。好，最后一个袖咧，就是安尼，这就是袖。衫洗好咧，爱先咻咻的才吊起来，无会撩撩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吼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咧，我会去把起赞搁来分享出去。还未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会袂记去把起只订阅咧，开启啊小铃铛，安尼较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会袂记去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